来自台南市南区安平区国校代表受助学生的校长拢招教，要感受寒假期间同款当享受营养午餐的爱心行动。由议员林美燕号召台南市妇女联合会、空金慈善爱心会、中华救济慈善会以及英美西主会等团体赞助，已经迈入第11档。虽然今年寒假有较短，不过爱心无拍折，而且除了营养午餐，包括学校提拨的急难救助嘛，同款到3工。这个专户不只是做这营养午餐的专户，包括就是在学校如果回报过来的学童，他如果家庭经济上面受到困难，有一些问题的时候，他们也是都会在理监事马上会开会，然后从这里面拨一点钱去关心这些小朋友。开伫学生的健康守护甲家庭经济上的辅助，全年接受捐款的台南市妇女联合会嘛，感受这份爱的循环甲传承的力量。以后在社会的时候，踏入社会的时候，他们也会把这样子的一个回馈再给我们的社会，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受了很多的帮助，那他们也感同身受之后，他们也把他们这样子的一个爱心能够继续再传播，在爱的循环，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延续活动。今年寒假总共18间高中小有365位学生受帮助。教育嘛代表感谢各界爱心行动，这是另外一个10档的开始。政府的资源有时候有限，那透过民间更多的资源加入，其实最大的受惠者还是在于孩子的身上。所以讲，阮咧做这工课时阵，大概好代志做伙做，安尼较袂孤单。主办单位表示，1月21号东港到4的服务据点领取，同时会发送到2月4号寒假期间的餐券，加上过年前还有小红包，互学童健康平安好过年。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。